約翰福音第14章，耶穌又老佢哋講：你哋唔是少，你哋愛信上帝，也愛信我。在我爸嘅屋下有千多房間，我去係愛為你哋準備蔬菜，那唔係按樣，我就唔會按樣講。我去為你哋準備蔬菜以後，愛倒轉來，接你哋到我嘅位去，按樣。我在那位，你哋也會在嗰位。我愛去嘅蔬菜，嗰條路你哋知。多馬對佢講：主啊，我哋唔知你愛去那位，讓我知嗰條路呢？耶穌講：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那唔係通過我，無人能到阿爸嗰位去。既然你哋識我，你哋也會識阿爸。從今以後，你哋識佢，也已經看到佢。腓力對耶穌講：主啊，將阿爸顯俾我哋看，我哋就滿足。耶穌應講：腓力，我同你哋共下研究，你還唔識我嗎？看到我嘅人，就是看到阿爸。你認為講將阿爸顯俾我哋看呢？我在阿爸地背，阿爸在我地背，你唔信嗎？我老你哋講嘅話，唔係我自家嘅意思，係喺在我地背嘅阿爸做佢自家嘅事。你哋愛信我在阿爸地背，阿爸在我地背。那係唔信呢個話，也會因為我所做嘅事來信。我實在老你哋講，信我嘅人也會做我所做嘅事，甚至會做更加大嘅事。因為我愛去阿爸嘅位，你哋奉我嘅名，無論求乜嘅，我一定會成全你哋。本阿爸嘅榮光通過那嘢顯明出來，你哋奉我嘅名，無論對我求乜嘅，我一定會成全。你哋那係敬愛我，就會遵守我嘅命令。我愛求阿爸，佢就會讓我賜你哋一位保惠師，永遠同你哋共下。佢就是真理嘅靈，世界人唔接受佢，因為佢哋看唔到佢，也唔識佢。總係你哋識佢，因為佢常常老你哋同在，也愛在你哋嘅生命中。我唔會將你哋撇下做孤兒，我會倒轉來你哋兩位。假冒祈求，世界人就看我唔到，總係你哋會看得到我。又因為我繼續上等，你哋也會上等。今日來到嘅事，你哋就會知我在阿爸地背，你哋也在我地背，像我在你哋嘅生命中一樣。接受我命令又遵守嘅人，就是敬愛我嘅人。敬愛我嘅人，阿爸必定會錫佢，我也會錫佢，又親自對佢顯現。猶太唔係加兩人猶太問講：主啊，用辦單槍對我哋顯現，唔對世間人顯現呢？耶穌應講：敬愛我嘅人將會遵守我嘅話，阿爸必定會錫佢，阿爸老我也會去佢嘅位，同佢共下吃。唔敬愛我嘅人就唔會遵守我嘅話。你哋所聽到嘅話，唔係我自家嘅意思，係採我來嘅阿爸嘅意思。我還同你哋共下嘅事，已經將了條話老你哋講，總係嘅保惠師，就係阿爸因為我嘅名愛採來嘅聖靈，佢會將所有嘅事交託你哋，要俾你哋記得我老你哋講過嘅一切話，我留下平安俾你哋。我將我嘅平安賜俾你哋，我所俾你哋嘅，老世間人所俾嘅無窮樣，你哋唔是少，也唔是強。你哋聽我講過，我去總係還會多出來你哋兩位。假使你哋敬愛我，你哋會因為我轉去阿爸嘅位來歡喜，因為阿爸比我較大。我在兩條事還忙發生以前，先老你哋講，會俾你哋在事情發生嘅時微信。我兩下唔會老你哋假講，
因为俩世间嘅统治者为到嚟，对我来讲，佢唔算乜嘅。總係世間人應當啲我敬愛阿爸，所以阿爸吩咐我乜嘅，我就做乜嘅。看起來，我就來去。